那赖清德甲侯友宜最近拢针对核能的议题有发表意见。赖清德办公室是批评新北市甲核一厂水保计划卡掉咧，这才是核废料无在调处理的原因。那侯友宜是批评赖清德，讲赖清德是万里人，也毋过伊敢有关心过核废料。另外，赖清德23下晡，伊去主持民进党的中常会，针对最近性骚扰的议题，伊是搁一摆强调讲绝对袂使吞论。总讲党部主管有人暗砍，并无通报，安尼伊一定会甲开除。那咧双方为核能议题一直论战，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日表示，中央无处理核废料问题。副总统赖清德竞选办公室批评台电核一厂水保计划变更设计案卡伫新北，侯友宜则是核废料无法度处理的源头。对这样代志，侯友宜切切嘛做回应。这8年来，赖清德也当过行政院长，也当过副总统，尤其他又是万里人，他有关心过核废料的处理吗？侯友宜讲得袂到中央予伊回应，不如伊家己出来选总统。嘛，伫中昼甲国民党中常委进行头一个便当会，争取党内团结支持。但是副总统赖清德虽然初期无公开行程，不过由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出来回应，批评侯友宜甲核废料问题等候别人。侯友宜不断表示赞成使用核电，就应该清楚说明核废料放在哪里，而不是只是用空话来敷衍。主大联盟系列演讲，我们邀请到中央研究院朱敬一院士。赖清德下晡主持民进党中常会，除了听中研院士朱进一报告，也对民进党最近性平事件做裁示，表示已经筹组调查小组，一案一案调查。中央党部阁提出性平改善家性骚扰防治加强方案草案。赖清德表示，党部主管若头工唔讲，一律开除，永远袂任用，嘛会互党部其他单位、政府单位甲公司知影。记者综合报道。